各位詳細新聞內容。今日連場暴雨，渠務署話東涌一個上晝嘅雨水已經等於全年2成嘅平均雨量，港島亦都達到1成半。天文台喺清晨5點15分發出黃色暴雨警告，40分鐘之後改發紅雨，跟住唔夠1個鐘頭，喺朝早6點40分改發黑雨警告，持續咗4個幾鐘頭，到朝早11點鐘改發紅雨警告，半個鐘頭之後再改發黃雨警告，直到晏晝1點半先至取消。北大嶼山公路封閉8個鐘頭，晏晝局部重開，而舊咖啡灣有士多被山泥壓住，有人被困。我哋嘅記者吳景俊同埋陳淑儀就分別喺北大嶼山公路同埋青山公路報道最新嘅情況㗎。咁先同咧喺冧山泥現場嘅陳淑儀傾下。咁士多裏面嘅2個人已經被埋超過11個鐘頭啦。咁搜救嘅進度係點呢？係啊，2個人呢仍然係被埋喺士多入邊㗎，咁暫時都未救到出嚟。咁現場消息話咧，佢哋係一對男女朋友，由內地咧嚟香港探妹妹，咁妹妹咧係被救咗出嚟。咁消防呢冇正面回應2個人嘅生存機會有幾多，淨係強調咧一定會盡力搜救。消防員到舊咖啡灣現場，喺士多瓦礫中救出4個傷者，其中2個係小朋友。女事主亦都受驚，其中1個男人獲救之後情緒激動。消防初步相信有2個人被困。現場消息指屋內2個人係女事主嘅孖生姐姐同佢男朋友，啱啱由內地來港探佢哋。估計意外發生嘅時候，佢哋瞓緊覺。有鄰居知道意外發生之後，即刻趕過嚟幫手救人。嗰陣時好嘈啊！我揾啲嘢去撬開啲嘢，撬唔到，成嚿嘢砸住咗，太多雜物。為咗防止有山泥再跌落嚟，工人先用帆布將士多後山嘅山坡覆蓋。嗱，真係上頭啦，快啲！我出嚟先啦，仲有機會冧㗎。雨一直都冇停過，有時雨勢非常之大，附近嘅泥沙衝落嚟，增加消防救援嘅難度。因為士多入口完全俾護土牆覆蓋，消防員用雲梯希望揾到入屋嘅途徑。大士多內有太多雜物，又積聚大量沙泥，消防員要將雜物例如水桶、木板、樹枝、泥石逐一搬開，爬入士多救人。喺啲士多後邊呢，就有一個民居呢，就俾一幅護土牆，大概係3米乘10米，約莫係重20噸嘅石屎塊呢，就擲住咗，就希望吊起呢個石屎塊嘅。咁另一個呢，就係平面進入法，咁呢，就我哋亦都希望呢，喺呢個倒塌嘅屋宇下邊呢，能夠掘通個隧道呢，就係進入去現場呢，就係搶救嗰2個被困人士。消防員嘗試用起重機將護土牆移走，但唔成功，決定用電鋸將護土牆切割成細份。路政署再派出多1架吊重機協助移走護土牆。現場係青山公路近舊咖啡灣，朝頭早近7點，一間前鋪後居嘅士多喺大雨中，因為附近嘅護土牆倒冧，被沙泥壓住，損毀嚴重。啱啱最新嘅消息咧，其中1個咧被埋喺士多嘅咧係啱啱救咗出嚟㗎，啱啱救咗出嚟，係其中1個人咧係已經救咗出嚟。咁佢嘅情況係點呢？暫時我哋都係唔知道，我哋會密切留意咧最新嘅情況，向大家報道㗎。交翻俾方輝。